台北电车要伫咧台北西门町还个回复店区举办，台北市的管团局也头一届宣布禁烟的政策。2月25到3月15这展览期间，展览区内还个附近拢是禁止食薰的，违规者会罚2000到1万。 民众欢喜翕相打卡，西门红楼前的北边茉莉注定四季各地玲珑美主题的乐园吸引大家的眼光。今年台北电车头一摆伫西门町圆山回浦店区全面禁烟。 就是好事啊，空气也好啊，当然是禁烟当然是好了，是比较安心，应该的哈，就是全民还是有区域性的比较好，可以收烟的地方就好了。也毋过电车期间人真济，加上西门商圈店头密集度悬，khu销范围大，政府烦恼全面禁烟执行恐惊也是会有困难，也毋过会配合加强宣导。观光客啦，或者行人比较 OK 啦，这没问题啊。现在就是店家啦，店家的员工啊，因为他抽烟不能离他店面太远了，你只要去吸烟区，那店没有人顾也是一个问题。 管团局提醒有部分需求的民众，请到指定部分区使用，以免违规受罚。定节期间，市府会组成跨局处稽查小组，每年进行巡查甲宣导，针对违规部分行为，依罚款都甲处理。我们在西门展区设置3处吸烟区，在花博呢则是有2处。那违者呢会处以2000到1万元的罚锾。2026台北灯节全面禁烟。 灯节展区及周边都禁止吸烟，有吸烟需求的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以免违规受罚。另外，部分年岁大计生后，经济卫生局统计，比去年出题件数14件，开罚28000块，今年减少为13件，判罪人数862人，开罚金额爱等民众တင်述意見了後才會當確定。記者綜合報道。